你可以不相信教堂的白鸽会去亲吻乌鸦，但你务必要相信恶魔与天使之间的特殊友谊。市中心的一场大火送走了天使拉斐尔，痛失好友的恶魔克劳利喝酒买醉，伤心已经让他忘了世界末日的事儿。猛然间，克劳利竟看到了好友的灵魂。Did you go to Alpha Centauri? No, I changed my mind. I lost my best friend. 原来拉斐尔肉身被毁，灵魂却回到了天堂，而天堂也是一片混乱。他们分发装备，已经放弃了拯救人类。可拉斐尔的初心依旧坚定，即便没有了肉身，他也要回到地球。两个千年好友又站在了同一战线。拉斐尔需要先找个合适的肉身，而克劳利在赶去前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做。他回到家，打开保险柜，戴上厚厚的胶皮手套，取出保温杯，是上世纪拉斐尔送给他的天堂圣水。这东西是恶魔的克星。地狱发现克劳利与天使密谋合作，特意派哈斯塔来押他回去。可他们刚开门就感受到同为恶魔的顽皮，前面的小恶魔瞬间被化成肉质，而躲过一劫的哈斯塔也被吓成了尖叫鸡。克劳利拿起喷壶威胁对方千万别动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喷壶会漏水。Time to go, Crowley. You've definitely passed the test. You're ready to start playing with the big boys. 见计谋被识破，克劳利连忙服软。临走前，他希望能给地狱领主通个电话，没想到哈斯塔这个傻子还真信了。克劳利趁对方放松警惕，瞬间把自己电子化穿进了手机的电子信号流。这技术怎么看上去有些眼熟呢？你说你这样弄，让隔壁的蚁人情何以堪呀？哈斯塔也不甘示弱，赶紧电子化跟上。殊不知这反倒中了克劳利的阴谋诡计。刚才克劳利是拨通的房间座机，利用先后顺序的时间差，将哈斯塔电子信号流困在了语音电话里。这可能就是邪恶力量中被诅咒的电话。另外，拉斐尔也找到酷爱通灵的神婆借用肉身，真是冤家路窄。神婆竟是维尔的房东。有过之前的错误经历，维尔再次准备用食指驱魔，但拉斐尔并没有报复他，并说出自己天使的身份，拉拢他一起加入。就这样兵分两路，他们分别赶去撒旦之子的方向。很明显，拉斐尔的小电驴略胜一筹，因为克劳利现在还堵在高速上。当年他为了完成地狱派发的作恶指标，将这里设计成1年堵一次，一次堵1年的路段，结果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。其实他挖的坑还不止这一个。客服小姐姐向克劳利的座机打去电话，恰好给了哈斯塔可乘之机。紧接着，白色茧蛹子从话筒里钻出，1只、2只、3只虫子如潮水般涌入，瞬间把众人吞噬，最后组建成地狱使者哈斯塔。恢复自由，他第一时间出现在克劳利面前，同时天启4骑士先一步占领了空军基地，甚至放出地狱火挡住克劳利的去路。但凡是亲眼目睹的人都会被瞬间洗脑。为了拯救地球上的人类，克劳利想到了好友拉斐尔，于是他没有犹豫，直接冲进火海。哈斯塔被烈火焚烧的魂飞魄散，彻底凉凉。而克劳利凭借着强大的信念安然无恙，并且意外获得燃烧着火焰的灵魂战车。可还是来晚了一步，亚当已经意外觉醒了恶魔之力，接下来他又会如何利用这股庞大的力量？